的爱很难理解，好像有4种感觉，有没有包含我在里面？我喜欢你。你的苦很难理解，更多了一种感觉，别安慰。我该唱可是当他知道之后的一切，我只想再说一遍，他会失望，但你渐渐快不见，他会伤心，我们太需要他会陷入最深的牵连，会等待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。所以因为喜欢，他会不跟他说。我们的一开始，我还以为会永远。史密特，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，明雪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他说：“谢谢他的回答。”小明啊，我还有点事，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。啊，回头见。史密特说他有事，不跟我们走了。我们先走吧。史密特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，都不用跟我们一起走。哎，他们3个人也不是1句话、2句话就可以解决的。云云，那你觉得米雪应该选谁啊？哪有什么应不应该啊？在爱情里面，理智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哦，
小咪，其实你昨天说的话，我也想过了。你是好人，我知道，又是好人卡吧？没关系啦，从小听到大，我挺得住。不说你是好人，难道说你是坏人啊？我是要说，你很好，好到让我无法拒绝，所以我会慎重考虑你的表白，然后给你答复。真的吗？我怎么比你答应了还要更高兴？哎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你要先带我去看小笼包，我想死他了。好，我尽快。喂，武川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啦！去哪？你没有听说吗？杀冯展的凶手已经出现了。啊？对啊，是不是又送到局里了啊？快点走啊！走。宇轩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没关系啊，多谢。你可是我带走的病人，当然要负责到底。请坐下。谢。我先去看有没有吃的。你们家都不煮饭呐？哦，我们都是叫外卖的啊。怎么行？先吃一个苹果。我去趟超市。不用麻烦了。先坐着休息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给米雪的 surprise。